喺英國，心理健康服務同我哋喺香港嘅情況有啲唔同。今日我哋會一齊了解當中嘅分別，等你或者你身邊嘅人需要嘅時候，可以知道喺邊度得到合適嘅服務。喺香港，如果你覺得精神狀態唔好，可能會先向社會福利機構求助，例如去綜合社區心理健康中心 （ICCMW）。有啲社工如果接受過相關訓練，亦都可以提供輔導同協助你處理其他社交生活上嘅需要。而喺英國，你嘅家庭醫生即係 GP（General Practitioner） 會負責照顧你一切嘅健康問題，所以心理健康相關嘅問題一開始都可以揾佢哋協助。GP 會聽你嘅情況，作出評估，然後按需要轉介去合適嘅服務。如果 GP 本身已經可以處理到，例如係開藥，咁就未必需要轉介啦。呢個係一個完整全面嘅照顧模式，由 GP 負責協調支援你嘅服務。無論喺香港定英國，你都可以使用由非政府機構提供嘅支援熱線。喺英國，撒瑪利亞、Mind 同 Shout 等機構都能夠提供心理健康服務。你所在嘅郡亦都可能有一啲在地機構提供到情緒支援服務。除咗你嘅 GP， 你亦都可以自行轉介去 NHS 資助嘅 Talking Therapies 心理治療服務。不過呢個就未必適合所有情況，建議你先向你嘅地區嘅 Talking Therapies 查詢。第二個分別係接受服務嘅地點。喺香港，如果你需要藥物治療，通常會喺門診或者醫院見醫生，而社工亦都可以陪你一齊見醫生，並繼續提供社區支援。喺英國，你最初嘅診症多數會喺社區診所進行，例如 GP。即使你被轉介到第二層心理健康服務，一般都先以門診形式進行，由社區心理健康團隊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Team（CMHT） 跟進。住院方面，通常只係嚴重或者有生命危險情況下，先會安排留院治療。喺香港，你可能一方面接受醫療照顧同藥物治療，同時由社工提供支援，照顧你同你嘅家人。不過，醫療同社會服務通常都係分開運作。喺英國，心理健康照顧較為全面。如果你被轉介到社區心理健康服務 （CMHT），照顧你嘅就會係一個跨部門嘅小組，或者我哋會叫 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當中除咗心理治療師，亦都可能會牽涉精神科醫生 （Psychiatrist）、職業治療師 （Occupational Therapist） 等。你嘅 GP 仍然會持續跟進你嘅整體健康，甚至繼續負責開藥同監察藥物效果。而如果有其他生活層面嘅需要，你嘅 GP 或者跨部門小組中任何一個角色都可以轉介你去 Social Prescriber， 甚至係社會福利方面嘅服務。你可能聽過英國有第一層 Primary Care 同第二層 Secondary Care 支援服務，呢個其實係屬於分層照顧模式 Step Care Model 嘅框架。你會被安排到邊一層取決於你嘅需要。第一層可能就係 GP， 而最高層就可能係住院治療。住院時間同性質亦因情況而異。喺香港，如果你同醫生講自己情緒健康出現咗問題，醫生好可能會轉介你去睇精神科醫生去負責跟進藥物同埋心理治療上面嘅安排。而喺英國， GP 亦可以開一啲一線嘅精神科藥物。如果你經社區心理健康服務 CMHT 轉介去見精神科醫生，開咗藥之後，通常會交翻俾 GP 繼續開藥同埋跟進。係唔係需要轉介精神科，會視乎你嘅治療需要。精神科醫生唔單止會處方藥物，你可能會轉介你去其他治療，例如心理治療 Talking Therapist 同埋職業治療 Occupational Therapist。輪候見精神科醫生嘅時間亦都係因為地區而異而有唔同嘅。不過 NHS 嘅目標係最多18個星期之內。你可能習慣喺香港向社工傾訴，
或者透過 NGO 非政府機構去揾婚姻或者家庭嘅輔導。亦都可能接觸過認知行為治療 （CBT）、小組形式嘅治療，甚至喺醫院見過臨床心理學家。喺英國，心理治療通常都由 NHS 資助，亦都係公共心理健康服務重要嘅一部分。視乎需要，治療可能會配合藥物一齊跟進。治療嘅手法同埋種類都有好多，決定用邊一種就視乎臨床研究嘅結果同埋建議。你會先接受評估，然後由相關嘅專業人士提供合適嘅治療。喺香港，有時會因為驚麻煩到身邊嘅人，我哋會選擇將壓力收埋，除非情況好嚴重，否則都唔會主動求助。而喺英國，社會大眾都越嚟越留意心理健康，將心理健康睇成同生理健康同等重要。坊間越嚟越多推廣心理健康嘅資訊之餘，照顧心理健康嘅權利亦都受到法律嘅保障。相關法例亦都逐步提升緊職場對僱員心理健康嘅重視。求助需要勇氣，而每個人都值得被協助。希望今日你了解多咗香港同英國心理健康喺制度同文化上嘅分別之後，喺未來就可以更安心咁使用服務啦。